用手机充电器的，你看小头的 USB 的小头的那一端剪掉，只留下红色黑色线，红的正，黑的负。然后对那个充电充不进去的1860电池来充电，红的接正极，黑的接负极，完了按住，用手就可以按了。有的会烫吗？可能没有那么烫了。刚刚影片看到是有手按住，至少充10秒，充了10秒以后再拿去充电器测试，变成可以充电了，显示红灯了，可以充电了。你看，直接就碰那个电池，红正，黑的负，红的正凸出来，黑的负底部平的。你看，你要按住10秒，直接用手指头按住那个插头，就是手机充电的电的插头，手机充电。